續嚟到我哋第6場嘅比賽 K1 嚟57kg。好似輸得太耐啊！即係好似太耐冇贏過任何嘢咧。咩想講？係今日咯，嚟啦，係今日啦。即係不論係講緊由以前到依家咁樣啦，好似輸得太耐啦。即係冇一樣嘢令我有呢種咁強烈嘅救贖感喺度咯。咁我覺得泰拳呢樣嘢俾到呢種感覺我。恐懼點都有啊，但係危險我覺得。紅方打出右直少少反應啊，紅方。第一，我學咗7堂，第一次比賽，係啊，跟住入我醫院咯，聯合醫院氧氣擔架氧氣罩啊，聯合醫院啊，做咗個擊倒啊，咁啊喺一個direct punch 底下做咗個擊倒啊，咁啊應該就唔需要讀秒啦，直接就判呢個 knockdown 啦。諗到咩做，清晰啲。你打完嗰陣時候唔好1、2、3未到，第4個出去唔好嘅，盡多少少，千祈唔好上頭。由零開始接觸呢個運動咧，2個幾月嘅時間就直接去上擂台。老實講，我自己打咗咁多年拳啦，我都唔係一開始就去對打嘅，已經冇得再教你啲乜嘢㗎啦。輸就輸自己，贏就贏自己嘅啫。即係就算依家個對手幾強大都好，我都係要。有請紅方嘅拳手嚟自 Ocean 拳館陳傑奇。呢個係就係呢2個半月嘅成果展現俾大家睇咯。即係我相信，即係2個半月做咗啲咩，原來可以做到一場咁精彩嘅比賽。係。但係因為比賽好多變數㗎，可能我暫時睇練習嚟講，對手練習基本功紮實啲嘅，但我未見過佢對打。我阿奇佢嘅對打係好過佢嘅練習，我覺得。所以比賽有時候真係要睇發揮。哎呀，紅方好肉猛喎！嗱，當然即刻做嗰個進擊，亂拳打落對方個身度啦。果然係 Newbie 啊，新啲啊，大家第一彎都係去得好盡啊。即係其實啲攻擊咧，我覺得唔大問題㗎啦，我估就即係依家係嗰啲裝啊、防守啊。啲壞習慣，呢啲就係最難改變嘅嘢。你平時就咁打沙包冇力喎，咁樣都有力喎。一去到對打咧，會有自己有少少驚拳。佢拳重嘅時候，你成日手低或者企到咁直咧，唔好話人哋刻意大力打中你先啦，你後閃。佢細力一個 lucky punch 打中你自己瞓低都會有機會。係啦，紅方每一下都用力㗎，睇下體能管理得唔得啦。小腿攞分動作做得好嘅，手撇住腳都 OK 㗎啦。打完咗之後，你哋喺度位住 OK。記得攞分為主，唔好去爆拳，唔好同佢爆拳，攞分為主。咁佢又可能佢突然之間，可能佢平時食得多嘢，突然之間我要佢控制少少飲食咧，成個磅跌晒落去，直頭讓對方磅啦！而家係跟住一路食到去56.5度咯，係啊，跟住就過磅咯。再加上我唔知係咪未病好啊咩，胃口唔係咁好。
上西跟手。最後跟下腳，佢走跟下腳，走跟下腳，你方面都好靚㗎啦。OK，要將調整呼吸，調整呼吸，因住睇佢嚟幫佢放多拳，佢調重我哋少少嘅。最緊要中佢踢腳，呢分攞得好靚㗎啦。咁打嘅冇問題嘅，我都唔攞嘅。第二回合開始。出手多啲，尤其是唔好擋完之後又走翻後唔俾動作。係咪有少少攰啊？好簡單，佢入嚟一 set 1-2，一個重低收。你擋住，你踢翻佢兩腳咯。南方都係近身都係亂拳打落去，咁啊紅方發覺對方個重心唔幾穩啊，撩一撩啊，令佢又好似幾唔穩啊。佢就好啲咯，感覺上，即係我，因為感覺上有啲似我以前玩跆拳道嗰個感覺，啲閃避轉腳啊，所以就感覺上好似有個肌肉記憶喺度。大家拳擊冇咩着數啫，南方係積極啲叫做，哎呀，斬低數引開對方主力執搏拳擊南方呢個戰術就係、三個堂每堂講緊都係個半鐘，冇啊1個鐘嘅，1個鐘多啲啊，速成班。2026年啊，走 check 撚晒啲嘢佢。喺泰拳例或者呢個 kickboxing 例裏邊咧，本身嘅身體質素個硬度強度強咧係非常之有着數，因為對衝嘅時候咧會消耗。令到我哋準備 final round 嘅時間喺現場。成日都話創作應該帶俾人勇氣。咁啊，你哋暫時就會諗住1-3朝早先。我就盡就啦，你咧1-3朝早係咪好啲啊？冇，唔係睇你㗎啦。即係一個禮拜。相反咧，其實咧，本身諗住 hea 下玩下就冇乜所謂，依家好撚有所謂啊！依家其實真係會有少少所謂依家。我相信呢條片就做得到啦。我相信呢條片係一個好好嘅例子，去呈現咩叫勇氣俾大家睇。對手只係一個用嚟，就係睇下你自己個成績咯，即係有對手先分到高低啊嘛，又睇你自己嗰個水平喺度邊。咁 OK， 即係人哋同你練到差唔多啦，都係幾個月時間。咁原來佢水平高過你嘅，即係你練得唔夠啦。咁如果你水平高過佢嘅，咁即係你對自己有交代。我想俾大家知道，勇氣其實係可以實體化喺你每一個決定度啦。你每一個決定、每一個行為、每一樣講嘅嘢，佢都有勇氣喺入邊咯。我相信呢條片係呈現得到俾大家睇咯。級挑戰啊！就係你明知自己冇可能完成嘅，你都要去完成啊！驚啦，梗係大佬啊！有啲咩可以分散住啊？我唔贏嘅話係唔得咯，即係我覺得我一定要贏。我比賽嘅副而家俾咗佢着啦。知咩料啊？轉頭送啲愛俾對手。如果我唔贏嘅話，第三回合開始。好重要。咁啊，呢方面咧，紅方做得好少少，因為佢明顯即係死個右低四頭嘅，即係接一個右直拳。咁但係都冇放鬆過咁嘅節奏啦，盡量搏上去啦。咁啊，個防守要注重啲，因為國家實力好低啊。2個半月唔係好耐，唔係好短，唔係好長，但係呢2個半月，我應承咗自己要做到嘅嘢啦，應承咗鏡頭前你要做到嘅嘢啦，我全部都冇失言，係啦，
2個半月前我話我要贏，我都贏咗。裁判一致裁定，紅方決勝。我好慶幸我冇食到鹽咯，我好慶幸2個半月前嘅自己有勇氣去應承呢一場賽事咯。恭喜晒我哋獲勝嘅紅方選手。望鏡頭。多謝龍 Sir 同埋海 Sir， 真係陪咗我2個幾月，真係多謝，真係佢哋已經教晒所有識嘅嘢俾我啊！真係打得好，真係打得好，真係打得好，本身諗住 KO 啊，爭少少啊，feel 到佢隻腳係跛跛地啊，但我踢得太高。大家都學咗2個幾月咁樣咧，其實冇乜人會上去比賽嘅，講真，即係2個幾月，即係起碼佢又肯，咁我又肯陪佢一齊癲咁樣，即係2個一齊癲，我覺得好好咯，所以係啊，即係所以都好感激佢。如果冇佢都冇呢一場比賽咁樣。多謝好多人，仲有河圖，Cindy Partner。有冇行到幕前？海洋拳館嘅 YY， K 哥，跟住阿蘇，好多人，Alan，Martin， 好多人，多謝大家，多謝。真係好，真係好，叻仔。仲打？我退役㗎，我都話我而家我 caption 咧就係寫1-0，已退役未輸就咁啦，就咁啦。我希望大家見到呢一份勇氣啊！係啦，我拍呢條片或者我記錄呢件事，就係想俾大家知，勇氣係咁樣嘅。原來勇氣就係你有冇勇氣去踏出嗰一步？重點係你點樣過程啊？係啊，你點樣經歷呢件事，去到最後嘅結果就係我準備咗咁耐，我開部名即場。我準備咗咁耐而上到台，我都將佢表現到出嚟，就係呢件事咯。係啊，贏衰冇緊要，真係唔緊要，係啊，咁樣咯，我覺得。咁啊，冇咩事啊，返海洋拳館練拳啦。